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。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、半斤酱肉、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王献之闻声而至，剑九皇舞剑进出，8剑士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称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二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皇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皇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皇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皇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皇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识字节哀吧。剑九皇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
剑九皇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先知出了双手，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！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你也跟我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了一边，这才有了渐进。那就叫6000里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，少爷考虑过。好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城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
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丰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
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，没有内力做基础，二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八卦道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我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愁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
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上次怎么做的？再来一遍让我瞧瞧。别废话。这是在化缘，所以本质上还是复归于无极的道理。世子，你看2遍就明白了。技巧方面接近于借力卸力。确实如此。你让我再想想。这段路的尽头，就挥一挥手，用这份遗憾欢笑对匆匆。恩怨翻腾不休，听有苍生笑我痴梦，逍遥不够，山河漫漫游。残花待雪中，心事如风，铁马轻骑歌颂，肝胆万山重。举风霜雨酒，斩断了数十年头，一夜东去，青丝到白首。唱歌踏雪中，心事无空，消散爱恨与
也无求。天涯的渡口，一人陪马儿轻手，多么富有，填下了心中烟雨红楼。今天居然没晕倒，这黄瓜熟了吗？不许动！没熟啊？这是我的菜园，你种菜又不让人吃，你种菜干什么？我愿意。我就不信，你还能12个时辰守在这儿。逗你呢，我北凉世子怎么可能偷你的菜？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时间还早，我再去练会儿刀。地瓜？不知道怎么的，菜地里混进了这东西，我才不要！你拿走吧。走，别烦我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法子挺适合练手法力的。倒是有趣。世子，江妮姑娘每天把那个菜园当禁地一样守着，你这地瓜不是偷出来的吧？我担心她回头会砍死你。武当山上谁敢动那丫头的菜园啊？那江妮姑娘为什么那么喜欢菜园子？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吧。问你话呢？徐凤年两兄弟人在哪儿？这下人难道听不懂官话？你别踩我的菜！大胆！等等，你为什么推我？你踩坏了我的菜。你为了这些菜推我？这是我的，不识抬举，让老奴来教训他。打个丫鬟也不算本事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认错。是你先踩进来的，把这菜园给我毁了。是，快！是。回头老奴给您洗干净。不要了，回头烧了。是。唉，你这地瓜烤的，比老黄差远了。世子，你练武是为了上武帝城。
连你也觉得不可能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才刚刚开始练，而王先知早就天下无双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还从来没有开始练过武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因为我是天下第一。你，天下第一？对，我肯定是天下第一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武啊？没打算练。然后你要当天下第一。我答应过掌门师兄，不成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我总是要下山的。你就从来没想过这事儿不可能？我相信自己，所以世子你也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，取回剑匣。哼，听上去好像是两个疯子在聊天。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还有什么能相信？徐凤年，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。好，洪喜相，我等你天下第一。都办好了。认错。要哭？眼泪可没用。放肆！别过来！眼泪没用这种事儿，我早就知道。跪下！你还想还手？您何等身份，无需亲自动手，别落了脸面。张嘴，打到认错为止。是，上。是徐凤年。这位想必就是北凉世子了。果然是粗鄙之徒，不识礼数。疼啊？不疼。受欺负了？他踩我菜，我就推他；他回我院子，我就扔他一身泥。除了这一巴掌，我都还了，我才没输他。堂堂北凉王世子，连个丫鬟都教不好，真是让人失望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，你们欺负不得。怎么，世子也不问问我等来历就想动手吗？打狗还问名字吗？哼，世子倒是尖牙利齿，怕是你没这本事。给我上，别打死就好。
这就收到了。他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应该是刚入门，看他那力道技巧，倒也上乘。只可惜啊，终究还是少了一点真气。就会这一刀吧。这老白脸是你相好啊？哼！杀了他！找死！都握紧点儿。阁下何人也？要打就打，你管我是谁？徐凤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年隋国在泰山挖了2颗夜明珠，这事儿我还是听说过的。随珠公主的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？既然猜中了我的身份，那还不跪下？应该是你跪我吧。3年之前咱俩有过婚约，虽然我外出游历3年，这婚事没成。帮谁都是祸事。龙虎山送了战帖之后，已经有不少弟子相继离去。掌门，若是投效皇室，龙虎山就不敢咄咄逼人了。不就是上山比武吗？掌门的大黄庭未必就输给龙虎天师。输赢都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龙虎山只是个幌子，想重新整顿天下门派的是皇座上的一位。京城能支持龙虎山，也就能容下我们武当。这几年龙虎山吞并了不少门派，个个都拆去山门，迁往京城。真要这么做，武当就毁了。哎，起码有条活路啊！哎，你说呢？我不能去京城。为什么？我发过誓啊，我成不了天下第一，誓不下山。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哎，有道理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！哎，这会儿可以认错了吧？你到底要怎样？听不懂人话，叫你认错。不用认错，我只要我的菜园。什么？还我菜园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那就不认错，赔菜园。这破烂菜园能值几个钱啊？我说它值1000两黄金。好，1000两就1000两，回头给你送过来。回头？想赖账啊？现在没钱。手上拿的那是什么？武当山的人都死绝了吗？你是武当的？武当掌门王重楼见过殿下。我现在命令你们武当即刻出手，将这3人拿下。说来惭愧，本教只修心性，不善武功。武当山连皇室之命都敢违抗，实在是武功低微，让公主失望了。你这是要让自家山门万劫不复了。哎，我刚刚听到殿下跟世子说起了黄金，倒不如由贫道先替公主垫上吧。那可得让公主先写个借据，按个手印儿。
很好。武当这是要当徐凤年的狗了？你这么说话，怎么跟人借钱？给你。一颗算你500两吧。都给你。前辈，请收到。老奴无能，给殿下丢脸了。与你无关。行了吧？你得问他。我只要菜园，你把它变成刚才的模样。那个，这丫头不识货，你那俩珠子，不要的话给我。你要，我偏不给。不会过日子，这败家娘们儿。徐凤年，王重楼，你们记住今天，把车复原。快去。停一下！又怎么了？我想了想，你的人太脏了，还是别动我的菜园了。你是故意羞辱我？你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羞辱你，勉勉强强算还清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公主请自便。寻龙巷呢？殿下是来找我弟弟的，嫁我不成就要当我弟妹？你别欺人太甚了！我弟弟已经被人带去龙虎山了，不信你问掌门。贫道可以作证。下车。是，殿下。走。掌门，这可太不给公主面子了。世子可有闲暇聊上几句？等我一会儿。贫道在世子练刀的瀑布处等你。马上就来。咱马上回北凉，防止公主的手下找您麻烦。我知道。他是找你来的。是我连累你。要不我给你复原？算了，我就这命，我什么都不该有，就算拥有点什么，最后也都会这下场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命？我父王没了，母后没了，家没了，国没了，所以不用复原了。我生来就欠这世间的，都会了才好。公主殿下，都是老奴无能，让殿下受辱了。派人查查，徐龙相是不是真的去了龙虎山？是，殿下。你觉得徐凤年怎么样？回殿下，此人胆大包天。胆子大不大不重要，
关键是人够不够聪明。此人倒是言辞犀利，应该不是愚蠢之徒。我觉得正好相反，此人莽撞无知，是真正的蠢材。殿下，为何对其评价如此低下？京城和北凉的关系微妙得很，表面上君臣齐心，暗地里嘛，他徐凤年若是真的聪明，便不该说穿我的公主身份。万一闹得不可开交，北凉和京城都无法收场。哦，殿下方才是故意惹怒徐凤年。这次来武当，一呢是为了徐龙相，二呢也是想亲眼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还真以为我急着赶过来就是为了和他吵架？那徐凤年历年行事，宫中应该都有记载。那种东西没用。徐骁总要死的。徐凤年本性如何，对皇室威胁多大，总要亲眼瞧了才知道。原本准备了不少手段，没想到一个丫鬟就让他乱了方寸。北凉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，也算是徐家气数将尽了。当如殿下所言。我觉得你命还可以，虽然是历尽苦难，但终究最后做了我的丫鬟，也算是否极泰来了。你这算是刺杀未遂了吧？是不是得赔钱啊？我扎地。那你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匕首扎地了。是啊，就你最聪明。你刚刚故意挑衅嘛，就为了让那公主觉得你冲动易怒，是个白痴。有那么一点点是故意为之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脾气不好。那你就是真白痴。你呢？明知道对方人多势众，你还针锋相对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这世间如铁石利刃，我偏就不服软。你这样，那随珠公主恨死你了。比起我，更恨你才对。管他做甚，吃瓜吃瓜。你别扔啊，这瓜种的不错。那还有几根？两个我都恨。殿下不是故意试探的吗？那也要生气。徐凤年和那个丫鬟对我如此羞辱，我怎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可他终究是北凉世子，怕是不好动手啊。不仅仅是徐凤年，还有王重楼。从方才情形来看，武当是铁了心投靠北凉。若有北凉做倚仗，怕是武当也不好动手啊。
徐骁从来不给江湖门派好脸色，他王重楼怕是要自作多情了。前方何人在此挡道？洪喜相。洪喜相，王重楼的小师弟。正是。因何拦路？掌门师兄一意孤行，想要与朝堂为敌。我等武当上下，愿拨乱反正。哦，这是要反你家掌门了？也不是反，只是寻一条活路，总不能让师兄把武当拉下深渊。王重楼修成了大皇庭，你一个小道士，靠什么拨乱反正？平日确实是拦不住，今日却有个机会，请二位随我回去。刚才多谢掌门仗义直言。不是仗义，是功利。方才那局面，我为您说话，就是要告诉公主殿下，武当已为北凉马首是瞻。其实掌门可以两不相帮。世子觉得江湖如何？肆意洒脱，令人向往。江也好，湖也罢，原本无足轻重。朝堂之争才是水下暗流，能激起滔天巨浪。所谓江湖门派，不过是水面上的几叶扁舟，若无根基，随时便有倾覆之象。眼下最大的两股暗流，便是京城与北凉了。武当已处在积水滩头，若再是瞻前顾后，两不相帮，终将被巨浪吞没。我大概明白了，武当是想投入北凉旗下，自保罢了。你家掌门这是想做什么？世子应当知道，天下武者分为9品。听过。28品无需多说，单说这1品人物，王仙芝定是1品。没错。可1品之中，又分为4重。第1重金刚镜，金刚镜才是武者登堂入室，外敌难坏，根骨不朽。陪您上山的那位，大约就是这个境界。过了金刚镜，便是指玄，更是妙不可言。建九皇就曾是指玄境。老黄，您说他曾是指玄？武帝城头一战，建九皇最后一式6000里，已是稳稳的天象境界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确实，天下众生能入天象者屈指可数。武帝城王仙芝，在这重境界已做了半辈子，实在是高不可攀呐。 1品4重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这才3重啊！最上一重称为地仙，这重境界也就只是传说了。往上再无景色了。 1品之上可称天人，怎样才算天人？4重境界虚无缥缈，我应该是看不到了。
掌门特地跟我说明这些，又是为何？听说世子想要登上武帝城，那最起码也要到指玄境。世子天资没有问题，就是起步晚了。那也没办法，我慢慢练吧。武当大皇庭虽非天下最强武学，可绝对称得上特别啊！怎么个特别法？大皇庭的改人根骨，这世子应该知道。除了改人根骨，大皇庭最神奇之处，就是替人做嫁衣。嫁衣？修大皇庭者，可将一身真气送与他人。真气送人？那你们人人修炼大皇庭，集中到一人身上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启禀公主，大皇庭极难修炼。近些年来，除了我家掌门一人，无人习得。那还好。而且还有一个苛刻条件，就是大皇庭只能传于从未修炼过真气之人，而且传送之后，躯体吸收多少，要看天命，往往只有10之5、6。你要把大皇庭传给我？等等，传完了真气你会怎么样？真气散尽，自然是命不久矣。你疯了吗？听到清醒的。你为了帮我，你命都不要了，我跟你不熟啊。不是为你，是为武当。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依靠北凉，武当才能传承下去。许孝不会同意的。不重要，只要看到我为你传功，谁都会相信。武当已是北凉麾下门派了。谁能看到啊？王重楼要传功给徐凤年。霞分暮霭，闭目内敛自相望。才知我身皆洞天，原来皇庭是福地。你娘死了，活不过来了。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我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他会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凤年。